啊，这个实体的5倍券要安怎来领呢？邮局嘛来公布着相关的规定，是来推出着分流的措施，先来预约注文再来领券。10月初4到10月30这段时间，会当先打电话，或者是上网络去注文。10月12开始来领券。另外，10月16到10月23这2个礼拜六，加开1269间的邮局，规工来营业，要互民众会当来领券。咱的乡亲若无事先来注文，嘛无要紧，咱就较慢领咧。等到11月，会当直接到邮局的柜台去领券。唔知咧乡亲敢会记得去年邮局发3倍券的场面，今年变成5倍券，邮局人员爱阁无用啊。为了避免人收过头集中，今年去邮局领5倍券是用注文的。10月初4开始，卡邮局的专线，也是上网络注文3天后的领券的日期，刷了就收到简讯通知，什么时阵去领。时到早健保卡就使领到5倍券。我们在开始发放以后的第一个周六，也就是10月16号，跟第二个周六，10月23号，除了原来已经有营业半天的280个支局它都可以领券以外呢，平常没有营业的周六没有营业的支局也都开放。这摆领券分做2个阶段，10月12到10月30受理电话甲网络的注文，上济一摆会使领5人份。第二阶段是唔免注文，为11月份起到过两年4月30开放临时去现场领，以及6人以上大宗注文的领券。若是讲拄到疫情出来的状况，地区讲邮局暂停营业，那呢要安怎较好？我们会主动发简讯来通知，那也会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做公告，也会有邮局的人员在那边做引导，请客户如果直接来的话，都可以到邻近的支局来做领取。有用过3倍券的经验，邮局这摆是做相当的准备。要不然是无想要遐费气，邮局嘛有推出所谓的5倍券，设定邮局 Visa 金融卡，可会使参加抽奖的活动，嘛是另外一种好康的选择。